看过国际新闻，出来邀请咱乡亲返来国内欣赏风景。这个秋天是赏枋仔叶的好季节，南投县德山镇三林溪园区的枋仔叶，为10月下旬陆续转红。最近因为每日温差真大，差不多90%的枋仔叶拢已经变成红色啊。估计到11月中旬是上水时阵，咱的乡亲老闲会使上山去欣赏。 随秋天的脚步，德山镇三林溪枋仔树拢渐渐变色，红紫紫的色水，水敢若亲像一幅图。在咧步道散步，就亲像出国游览，互游客看到是心花开。要把握时间哦！现在11月刚好又冷风来了，那个枫红特别漂亮。在咧中国海拔的三林溪秋晴的气候环境，不过内底有种正青藏的枋仔树，互真侪外地来游客特别来山顶欣赏，嘛摕手机啊翕相留纪念。不是那么遥远，更适合老年银发族可以来集邮，谁都可以来，美极了，美极了。不过人讲，三林溪欣赏枋仔叶变红上好的时机点，是为即马开始到11月底，并将老叶会当招亲情好朋友来这欣赏这个季节限定的美丽景色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